進食足夠蔬果有助預防肥胖同埋減低患上慢性疾病嘅風險。為推廣進食水果，衛生署由2006至07學年起推出開心果日，鼓勵學生由校園開始認識水果，養成健康習慣。2012至13學年，活動升級為開心果月，並將每年4月定為推廣月。2025至26學年，活動正式升級為開心蔬果月，藉此增加學生對進食充足蔬果同對健康飲食嘅關注，並鼓勵佢哋付諸行動。本活動由衛生署主辦，由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同香港教育城協辦，並獲食物環境衛生署跳繩強心計劃、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全港各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支持。究竟點解養成食蔬果嘅習慣對成長中嘅小朋友咁重要呢？養成食蔬果嘅習慣可以增強佢哋嘅抵抗能力，減少生病嘅機會，亦可以增強佢哋嘅消化能力，保持腸道嘅健康，減少便秘嘅機會，而且亦可以促進腦部嘅發展，提升佢哋嘅學習能力。因應活動升級為開心蔬果月，衛生署製作咗一系列推廣蔬果嘅相關物資，俾學校免費索取。我哋鼓勵所有學校喺整個學年期間有系統咁舉辦推廣活動，並將氣氛喺4月嘅開心蔬果月推至高峰。等我哋一齊睇下學校有咩方法響應開心蔬果月，傳遞多食蔬果嘅信息。老師利用健康飲食在校園網頁裏面嘅學習資源套，包括水果營養資訊、蔬果常識挑戰站、水果漫畫系列等等，設計我哋自己校本嘅宣傳活動，讓學生加強認識蔬果嘅種類同埋益處，亦都利用衛生署已經設計好俾學校用嘅活動教材同埋工作紙等等，以提升學生同埋家長對多進食蔬果嘅關注度。學校亦都經常張貼相關嘅海報啦，製作大型嘅壁報，營造環境以加強宣傳，讓同學們明白每天吃蔬果有益身心同埋健康嘅信息。我最中意食嘅水果係蘋果，因為佢好香甜，同埋有俗語話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而我最中意嘅蔬菜就係生菜，因為佢好爽口。我哋每個月都有個蔬果日啦。蔬果日裏邊我哋老師會精心挑選一款嘅蔬果去推介俾同學，甚至乎介紹蔬果裏邊嘅產地啊、特性啊，或者佢有咩功效。最後我哋有一個抽獎嘅環節，如果留心聽嘅同學係會獲得老師精心挑選嘅蔬果嘅，讓小朋友去養成食蔬果嘅好習慣嘅。學校又可以點樣鼓勵家長齊齊參與，推廣進食蔬果嘅益處同良好習慣，達至家校合作呢？喺家校合作方面我哋會定期向家長發放一啲學校餐單啦，仲有健康資訊嘅宣傳單張，仲有社工都會安排營養師做一啲講座，教家長點樣將一啲蔬果啦加入去菜式裏邊，仲有點樣去做一啲營養健康嘅小食。家長嚟緊都會同我哋一齊出一本幸福食譜，裏邊我哋鼓勵將5色蔬果加入喺日常嘅菜式裏邊，希望學生喺屋企裏邊都可以一齊享受到健康飲食。家校合作推動下，參與活動嘅同學們又有咩變化呢？經過活動之後我發覺小朋友個習慣係真係改變咗，因為我哋有蔬果月啦。久而久之小朋友係會接受食蔬果係一個對佢自己有好多好處嘅一個習慣啦。而家長亦都會配合學校準備好多唔同蔬果俾佢哋，所以喺佢哋細個嘅時候係好容易養成到呢個咁好嘅習慣㗎。20年嚟，我哋致力營造有利健康飲食嘅校園環境，持續守護學生健康，陪伴學生茁壯成長。感謝每一間支持機構、學校、家長同學生喺過去20年嚟嘅支持同踴躍參與。展望未來，我哋會繼續攜手，將健康飲食習慣植根校園，令更多小朋友得以健康快樂地茁壯成長。齊齊參與，開心蔬果月。